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 Omega 嘅 Speedmaster 呢錶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冇見過啊，可能淨係網上見過，其實好少嘅。參考編號係3133.33嘅，一個就39mm錶徑啊，咁啊 Speedmaster 超霸啦。金鋼嘅，咁啊一個18K 嘅黃金個圈啦，個圈其實狀態又非常之好，你應該大約就2000年左右咁上下嘅。咁除咗個圈靚之外，個面係都做到好靚嘅，但係你見到個面啦，阿拉伯數目字啊，咁啊金色嘅，尋下金圈啦，另外紅色嘅計時針，咁啊1支、2支、3支，你見個計時而家行緊嘅，係啦。咁另外一個梯形嘅日曆啊，梯形開張日曆係3點位，咁個面都頭先都講非常之豐富啦。咁啊最出邊呢度啊有個刻度啦，60分鐘刻度，咁入邊都有1至到11啦，阿拉伯數目字嘅時標啦，咁啊拼嘅，咁另外再入邊呢個圈啦。呢個圈你見有啲紋啦，嗱，見中間呢個圈有啲紋嘅，一個就阿米加嗰個立體嘅 logo 啊，喺個日曆隔離嘅。其中個小秒針啊就喺9點位，另外計時個10打又話喺6點位，同埋呢個12點位，亦都做得好特別，好立體，好有層次感嘅。係啦，咁啊呢個框，呢啲框應該就唔知包金定實金啊，我唔敢講啊，都唔知啦。咁啊一條就好靚嘅 Omega Speedmaster 條帶嚟，咁中間呢一格應該都唔知係金片定係咩啊，都係唔敢肯定，因為上網都揾到資料，你當佢係金片啦。不過都幾厚下嘅，因為你見咁多年都冇任何褪色嘅。係啦，一個物底設計，一個就自動嘅機芯，亦都係Omega 自動機芯嚟嘅。咁啊側邊就拉絲彈幕，狀態非常之靚啊！係啦，咁除咗貓面啦，同埋啲金啊值錢啦而家。咁呢啲你見咗小月球講緊啲不鏽鋼，講緊都1700蚊啊，咁不如買隻呢啲，起碼有金圈，呢個金圈我諗都值翻3、4千蚊實有㗎啦。咁另外個面就加上更加靚啊，咁啊39mm上手俾大家睇睇先，上手當然非常之唔錯啦，因為紅針啊，配上一個就呢個就香檳啦，香檳色嘅面啦，個面嚇襯上好靚啊！咁當然你唔帶驗到條金鋼帶，換翻條皮帶、尼龍帶或者膠帶，當然都非常之出色啦。咁呢個錶就單錶一隻，冇黑冇證啊，咁就22,000蚊，係啊。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話靚，22,000蚊嘅金鋼嘅 Speedmaster， 非常之靚，啲針都比較粗啲嘅，所以呢隻錶就比一般嘅超霸有少少特別啦。咁記得訂個頻道啦，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，多謝各位。